好，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现在同心来祷告。至圣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用谦卑和敬虔的心来到主你的施座宝座前，同心献上我的感谢和祷告。你是信实的上帝，恩典满满的主，是我仰望的天父。无论顺境或逆境，我们都要赞美你。在这个世界充满疫情当中，你是我最大的依靠，你是我的大牧者。感谢主保守和看顾，让我们一切平安。虽然台湾的疫情有渐渐趋缓，但是我们还是不敢松懈。全球的疫情因为病毒变种一直升温，所以我们也警醒，恳求主继续保守，并且帮助医治因为疫情受伤害的人，安慰死亡的家属，让他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这礼拜我们有遇到烟花台风，造成各地有小小的灾害，树倒、停电或淹水。感谢主保守，平安度过，将一切荣耀归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现在翻开圣经，旧约诗篇第六篇第8节到第9节，我来读。你们一切作逆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还有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上。我们现在请我的牧师陈牧师来讲道，他讲到的内容是祷告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以及线上所有收视礼拜直播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国家是有形的战力在于部队武器。过去国家是用这样子发动战争来为着生存或者是为着利益发动战争。在现代的21世纪来讲，比较趋向于和平，即使有战争，那也不是全面性的世界大战。所以现在我们用运动、用比赛、用体力来象征一个国力的象征。那有个人的比赛，有团体的比赛，有球类，有体力、有耐力的比赛。在近日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是在去年就要开幕的比赛，因为疫情延到这个礼拜，延了1年才展开，而且是没有观众的比赛，不开放观众，那即使有也是少数，那更没有商机，因为没有观光客，连在地东京或者是日本的国民，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去比赛，所以没有门票收入，所以可能是有史以来经济效益比较低的一场比赛。也在比赛当中看到有选手染疫退出比赛，也有的就直接婉拒比赛。其实现在的运动其实也是国力的一个象征，选手追求着体能体力的极限，让人知道自己在有限度底下，也透过比赛人去挑战自己体能无限的可能。愿神帮助这次的比赛能够顺利，也让武汉疫情以及 COVID-19 这个病毒的威胁之下，每个选手他能够尽自己的平常的比赛调整的时机，有好的表现，特别是台湾的选手能够为国争光，能够有好的成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也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愿我们所求，愿我们所想，愿我们内心所表达，你悦纳。恳求神开路带领，让我们在这个即将降级的疫情当下，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坚持到这个疫情能够趋临，能够更好的一个境界。求神
赐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小朋友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以前我上主日学有时候到最后，老师有时候会请某某同学来祷告，那有时候同学就会推来推去上次我祷告过，怎么还轮到我？其实祷告不是处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祷告好像是处罚，我不会祷告，为什么老师叫我祷告，牧师要请我祷告？我又不是长子，我又不是同工。有时候信徒会这样讲，祷告不是说有能力的才有祷告，才可以祷告，信徒就不用祷告，不是这个意思。祷告是全民、全教会的信徒，无论是牧师、长子、同工，都要学习祷告。因为整本圣经可以说是一本可以找得到祷告的人，找得到祷告的诗句，找到祷告之后的改变，甚至是经历祷告的大能的一本书。因为整本圣经是神的道，是真理，它也是一本祷告的书。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就像呼吸一样，祷告就像我们在跟神说话一样。有些人的祷告是很肉麻的，主天父好像这天父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神都悦纳。耶稣宣称说，我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凭我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在约翰福音5章30节，耶稣这样说。为什么他要这么说？耶稣不是很有能力吗？4本福音书所诠释的耶稣，所讲的耶稣，所记载的耶稣，不是蛮有能力吗？不是大有能力吗？不是大有权柄吗？不是能够赶走污鬼，赶走邪灵，不是能够行医治，不是能够甚至能够让水变成什么？变成酒。这在一次的宴会当下，约翰福音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次的神迹。那为什么耶稣说我凭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其实不是耶稣没有办法做什么，而是他所行的，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这些医治的大能，是来自什么地方？是来自于天父上帝。所以耶稣用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祷告，来支取、领受神给他的恩典，领受神给他的能力。所以耶稣是透过不断的祷告，与上帝、天父上帝来保持一个相通的管道。所以耶稣相信天父常常听他的祷告。约翰福音11章记载了一个故事，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他的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伤心难过，他们看到耶稣来了，他们出门去迎接，说：主啊，只要有你在多好啊，我的兄弟拉撒路就不会死了。意思说，耶稣你来迟了，你来晚了，我们家的兄弟已经走了，而且甚至已经有尸臭味了，因为死了4天了。所以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耶稣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你也听了我的祷告，我的呼求。耶稣讲这些话，是要让周围的人知道，耶稣的神迹是来自于天父所给他的一个能力。所以天父上帝听耶稣的祷告，而且是常常听。希伯来书5章7节有一句话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
所以当耶稣在呼求天父上帝，他用他的话语权柄说：“拉撒路出来。”所以那个死人，那个已经没有生命的人拉撒路，竟然手脚都绑着这个裹尸布，就这样走了出来。耶稣对周围的人说：“把他解开，让他行走，让他走动。”所以拉撒路从死里又复活了。所以耶稣行神迹，让死的人可以这样子复活，这是超越现代所有医院能够做的。最近不小心点了什么邓丽君一代歌星邓丽君原来他是在送到医院之前他就断气了。所有的歌迷这个世界曾经有一句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所以你看这个全球华人多伤心啊，多希望他说他送到医院的时候怎么急救，赶快让他可以活起来。如果他现在活着，我们都还可以听到他的歌，甚至他从小就在泸州有一段童年的时光当有一段童年的时光就住在泸州教会的隔壁。那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觉得说太可惜了，医院没有办法让他从死又复活，但是耶稣却能让拉撒路从死又复活。当耶稣这样的行神迹奇事，来自于天父上帝给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这层关系是祷告，所以耶稣不断的祷告，他时时刻刻将他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里。他曾是从天父上帝也领取了、支取了这样一切的能力。耶稣话语的权柄，耶稣医治的能力，耶稣赶鬼的力量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跟天父上帝的沟通，就是祷告。这个祷告让耶稣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知道耶稣当他还是以肉体身份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为什么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大能？是祷告而来。所以整本圣经是充满着祷告的人。亚伯拉罕曾经向上帝祷告，让亚比米勒的妻子能够生育。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在山上，约书亚带兵在旷野里面打仗，在利非定的旷野里面跟亚玛利人祷告。摩西和亚伦跟户尔在山上，摩西举起他的双手，以色列征战就胜利。当摩西的手酸的垂下来，整场战事以色列是渐渐败退。户尔跟亚伦就托起摩西的手，支撑他的手，让他的手能够高举起来，以色列就最终战胜了这场战争。所以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君王的祷告，有先知的祷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使徒的祷告，保罗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圣经里记载说，不能生育的妇女来到圣殿，主啊，让我的羞愧能够拿掉，因为我没有办法生育，怎么办？我们看到没有办法生育的妇女在圣殿祷告。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甚至有替成事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俄摩拉能够找到这个义人，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但以理的祷告，以斯帖的祷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祷告在圣经里面一直记载，有为不义的祷告，有为教会纷争来祷告。耶稣更是常常祷告，整本圣经更显出祷告的大能。上帝所拣选的仆人、女卑，这些上帝所拣选的人，我们要知道，祷告就像呼吸一样，这么平常，
也像呼吸一样重要。当你的呼吸停止了，生命也就没了。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你没有祷告，你的灵命就没了。所以祷告是与神相通，与主相通。祷告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桥梁。诗篇26篇是大卫的诗，它的标题在台语圣经里面叫义人的祷告。华语和合本给他一个标题叫耶和华来救赎。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有成功的人他就是很顺利，他很平安，他就是这样子慢慢坐上这个位置。其实越坐在上位的人，或许他的生命的经历是更大、更风风雨雨的。2次世界大战，英国的领袖丘吉尔，也就是其中一个，他也不是天生的演讲家，他是去海边去练他的口才，所以他在战争的时候，他讲的话多么鼓励当时候伦敦的老百姓，因为伦敦是常常被德军轰炸的一个城市，甚至那时候已经有发明了飞弹了。我们也看到神所拣选的百姓，不是说你没有经历风浪就能够坐上那个位置。大卫也是一样，当大卫打败歌利亚，他的灾难来了，因为扫罗嫉妒他，扫罗要杀他，扫罗要追杀他。扫罗因为一句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我一个王竟然只有千千，大卫竟然胜过我10倍。因为这样的嫉妒让大卫遭受很多的苦难，他必须要躲藏，他必须要逃跑，他必须要躲避扫罗的追杀。最后扫罗的生命在神的手里结束，让大卫最终坐上了以色列第2位君王的位置。其实大卫的一生也是这样子，风风雨雨，他也经过这样的风风雨雨，这些风浪来经历神给他的恩典跟大能。祷告能够带来什么大能？祷告能够带来翻转的大能。这首诗是在大卫痛苦、悲伤、身体虚弱，也就是他生病的时候所写的。可是他看到说，他的仇敌却在那边幸灾乐祸，他是很哀痛、很伤痛、很难过的心，说主啊，我是你所拣选的王，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虚弱？他说一切做坏的人都离开我。愿神听我的祷告，神真的应允他的呼求，让他重新得到恩典。所以大卫知道说上帝听他的祷告，所以他不断的祷告。诗篇就很多是大卫的祷告词。所以在哀哭的当中，他转变成胜利的宣告。所以这一篇的祷告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说一切作孽的人离开，这些坏人离开，他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看轻。所以他知道神看的是他内心软弱。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指责他，他也内心痛苦，写下诗篇第51篇。主啊，你用牛膝草来洗净我，把我这个罪，就像菜瓜布一样，把那个脏东西给这样子磨掉。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就是在祷告经历神的当中来度过，因为神也给他很长的这个寿命。所以生病的人是非常软弱的，甚至重病的人更软弱，因为想到生命不晓得哪一天神要把你收回，所以内心惊惶、害怕、忧愁、痛苦，感到自己很软弱。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可能身体会崩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种处境之下，特别是在身体软弱、重病的时候，你要对上帝的信心，知道我们的力量的泉源是来自于上帝。第二，祷告带来医治的
大能，祷告带来医治的大能。只有祷告才能够撼动上帝的手。当我们更谦卑、更软弱，来得神的怜悯，在这种处境当下，神会施行他更大的恩典。因为上帝的心肠也是会受感动的，所以患难的恳求可以得到天父上帝的心肠。人的呼求，神会回转；人的呼求，神会医治；人的呼求，神会怜悯；人的呼求，神会使我们得胜。所以大卫的祷告说：“求神啊，回转来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来救我。”在面对无数的艰难，大卫最终能有得胜的结果。这些常常是大卫信心的宣告。被耶稣医治的这位拉撒路，他虽然经历了耶稣的医治，从坟墓里面出来，是活着出来，但是他最后也要面对生命的终结，就是人性命的死亡。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有用拉撒路这个人名做了一个比喻，比喻天堂跟阴间。一个拉撒路在这个拉撒路，路加福音的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就是要饭。那甚至还有狗在他身旁。那财主有一个财主，当拉撒路死了，他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这位财主也死了，却到了阴间。他在阴间这种水深火热的苦难当中，好干渴啊！他说：“拉撒路啊，你可不可以用一点水来让我的舌头可以让我止渴一下？”所以认识上帝的人因信而得福气。这位拉撒路最后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这位财主却到了阴间。我们看拉撒路，耶稣医治他，最后他还是要面对他的死。他死是能够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行这样的医治。或许我们在现在有时候求神啊，你医治，为什么没有医治？箴言怎么跟我们说？箴言17章22节跟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如果你平常你没有充满着喜乐，没有充满着平安，没有充满着信心，你当面对生命艰难挑战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胜过呢？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只会更软弱，没有办法有什么医治的果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那在我们平常，我们就必须要预备你的心常常跟神是连通的，不是等到患难疾病了，主啊，赶快这时候显出你的大能，你的医治。其实医治早就存在，这个医治乃是喜乐的心胜过于良药，忧伤的灵更是会使你的骨枯干。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有的人为了这个事情，好忧虑，甚至电视里面就说请大家不要忧虑，或者是去看心理医师什么，或者打什么电话，那有什么心理咨询师。当然，疫情过去了，到今年又爆发了，其实也是有很多人会忧虑。但是这些忧虑有什么用？有时候是我们自找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信主里面是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你就可以用祷告，让你赶走这些忧伤，让你有交托，把这些忧虑是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耶稣说：“烦恼担重担、忧伤劳苦的，我就会使你们的灵得到释放。”所以人最终的医治是在天堂，在天国，就像拉撒路一样，他真的从死里又复活了，那又怎么样？在地面上，他还是要面对最终生命的死。所以最终的医治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能够在属天的国度里面。拉撒路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地上得到的医治，如果没有办法确认你能够得到永生，这个医治
也只不过是在世上而已，而没有办法带到天上。你能够在地上得医治，你的生命在天国能够得到永生，这就是医治的大能。最大的医治是我们能够在属天的国度里面，所以最大的医治也是耶稣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永生，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人原本是要让人永生永活，因为有生命树在那里，人的生命可以一直不断的永续。但是因为罪的引诱，我们变成罪的咒诅，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死亡。所以死亡人很害怕，不是吗？我们台湾人这最近说为什么台湾的防疫这么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说台湾人怕死，所以都不敢出门。当然这个是网络上面的评语啦。所以我们知道死是我们最害怕的，我们更要知道死是罪的咒诅。所以人要在里面，你的内心要有相信的力量，胜过死亡的恐惧。所以信耶稣能让我们得到平安，就是我们知道死不用惧怕。我们也借着祷告求主听我们的恳求，让我们心里有平安，心灵有主的力量与我们同在。祷告能够带来得胜的大能。保罗传福音，他是用超越智慧的话。他说不是，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而是靠圣灵的大能。哥林多教会的建立是在圣灵的大能，不是任何的人所做的工，是圣灵做的工。所以使徒保罗强调，救恩不是透过人的智慧得到的，而是透过耶稣基督得到，是透过在十字架上从死又复活的耶稣得到的。当我们经历圣灵的改变，经历圣灵的同在，就会带来得胜。像保罗一样，他的生命原本是迫害基督的，却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看不到的那一件光，我就是你迫害的耶稣。因为这样子，他翻转他的生命，他翻转他的人生，他变成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甚至为耶稣付上他的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传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福音。所以只有神的大能才能够让人的内心刚硬得到转变，才能让我们看见神的奥秘。也有复活的基督才能够带来大的能，将人带进属灵的这个领域。当我们传耶稣的福音，不是凭我们的知识。所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当圣灵临到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这句话让耶稣的门徒为着福音不断的为主见证，甚至为福音殉道。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所带来从死而复活这种得胜的力量，翻转整个世界。到现在这股力量还不断的持续。当圣灵掀起一阵大能力，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看了一段影片，记载着日本大概是在台湾的荷兰时代那个时代，同样福音也传到了日本，透过商船，透过贸易传到了长崎的那个地方。那时候有教会，也有信徒，但是幕府时代，这些幕府将军他们不容许传教士，不容许有这个天主教徒，所以就破坏了一些天主教徒，甚至破坏教会。
当下有一些人，他们就逃离了长崎，坐船去到了外面5个小岛，分散到5个小岛去，在那边这个隐民埋信，在那边生活，在那边落地生根，甚至在那边建造了教会。经过了300-400年，竟然有他们的后代，仍然还是坚守着信仰，仍然在破坏那个时代，他们的信仰仍然传承下来。所以在那个5个小岛，可以看到他们聚会的教会，可以看到福音在那边得到延续。2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赢呢？有人说就是武器，就是武力，就是美国有参战。其实美国原本是不参战的，但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之后，美国参战了。为什么有这一招？如果没有这一招的话，世界可能不是现在的世界。欧洲的战场更是非常的严峻，因为纳粹政府席卷整个欧洲。当时候法国已经是流亡政府了，还有傀儡政府。当下很多人说这个世界可能很难恢复了。当美国参战之后，他们唯一的计划就是要让部队重返欧洲大陆，靠着英国一个小小的一个基地，怎么去重返欧洲的陆地呢？在很多的计划里面，要登陆诺曼底之前，盟军做了很多的措施，假情报，假讯息，让纳粹的部队不晓得他要从哪边登陆，他们一直以为都是在这个地方登陆，所以说把部队放在这里。他们认为诺曼底是不可能登陆的，因为诺曼底那个地形有些地方不适合登陆，虽然它是沙滩的地形，但是盟军就是选择了诺曼底。他是认为纳粹是不会在那个地方，认为他们会在那边登陆的。在发动登陆战之前，气候非常的不好。原本的登陆作战不是6月6号，但是艾森豪将军他是欧洲战场的总司令，他发现说我们的都已经做，我们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如果再不登陆的话，德军会马上破解盟军要登陆的地方，那整个战场、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发动了美国本土的弟兄姐妹为战争祷告。当这边在持续作战的时候，前线有作战的部队，后方有祷告的部队。我们不要以为只是看战场的部队作战然后就得胜了，我们却没有看到说有多少人在美国本土、在加拿大本土、在后方发动祷告的战争，发动祷告，让前线的战争能够胜利。当然不是一下子就翻转整个战局，但是诺曼底登陆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一战没有胜利的话，或许现在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愿神帮助我们，因为2次世界大战这些将军，他们有他们的能力有限的地方，最后只能够求神来带领所有的战局。我们要相信神有他公义的法则，我们要相信上帝能够彰显他的大能和作为，我们也要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大卫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一样，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信主的人都能够经历祷告的大能，愿各位弟兄姐妹也能够经历祷告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愿你将天打开，降下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经历神的医治，让我们经历神你得胜的大能，让我们经历神你同在的大能，
让我们看见神你无时无刻的同在，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时常用祷告来亲近你。愿神赐福我们，虽然我们还在疫情的当下，也让我们常常祷告，求神你翻转这一场疫情，翻转世界处在疫情严峻的一些国家跟地区，求神你帮助，让这一场与病毒的作战，最后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病毒的属性，也能够知道未来变种病毒的威胁，赐给我们智慧，让研发疫苗能够持续。愿神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用将天敞开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牧师在此提醒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一样预备您的奉献，你可以准备奉献袋。然后将每一次的奉献放在奉献袋里面。等下周会有这个降到2级，你在周间可以拿来教会，在干事上班的时间拿给干事。那你也可以使用转账，我们周报里面也有写转账的账号跟银行。记得当你转账之后，记得与干事联络。让干事知道这笔奉献是要为什么奉献，然后人名或者是要方便刊登周报。我们记得各位弟兄姐妹一定要在我们的礼拜里面预备你的奉献。
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那我们翻开周报前面金句，我们来念金句。国语、华语念两次哦。哥林多前书2章第5节，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2章5节。我们消息报告，中疫情中心宣布，7月27到8月9号调降疫情警戒到第2级。公共场所室内空间是要保持距离1.5米，室外空间至少1米。集会活动人数上限是室内50名，室外是100人。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小会谨慎考量新北市、台北市疫情仍然无法预测的变数，经测量教会3、4楼仅可以开放30个座位。疫情施打年龄没有平均，18岁以下则没有打疫苗等因素，小会做以下教会礼拜及聚会调整的议决：一、周间聚会以视讯线上优先，8月9号前暂时不开放；二、主日团契聚会以视讯线上优先，8月9号暂不开放。8月1日的主日礼拜，以无法收视礼拜直播者意愿优先。4、8月1号的洗礼及圣餐的圣礼点延后择日举行。8月8号主日适逢同心团契主日，以同心契友优先。8月8号父亲节庆祝活动延后择日举行。以上预决是之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宣布，再做调整。8月9号，敬请大家尽量使用线上收视礼拜或线上聚会，希望8月9号后有更好的消息。第9，刚才牧师有在，我就不用重复了。2，韩国3一教会、长老教会来函，因全球疫情严峻，今年暑假短宣仍然以线上祷告为直播方式。8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台湾时间，与台湾32个伙伴关系教会同步进行相关连结方式，将公布于教会事工群组以及各团契的和事工群组，敬兄姐注意相关讯息。特别奉献教会影音设备更换工程已完成，经邀请兄弟姐妹大家踊跃认捐奉献。第4，每周3晚上8点查经祷告会，现在目前还用视讯，请大家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门户。会计报告请大家自己看。肢体相通为会员疫情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及防护人员，赐下平安与我们同在。
保守台湾全体，果然度过难关。友邦捐赠，政府采购的疫苗陆续到货，疫苗施打教数进行中，疫苗接种率提高，国人的群体免疫力提升，无法施打疫苗的幼儿、青少年获得保护。疫情冲击经济，失业人口快速上升，愿主是黎明开经济活路。大家加油，也请多多保重，大家一起战胜疫情，相信我们做得到。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们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57章19节。全球暖化及极端气候异常，为欧洲百年水灾、美国数州的野火、中国荷兰水灾及东京奥运代祷。还有以下，生理病为一些病痛的姐妹、兄弟姐妹来代祷，请大家自己看。还有，总会教界消息，确诊的罗兰者，每人慰问金3000元，中低收入户确诊的或罗兰的，每人慰问金5000元，现会有或直系亲属由各教会向台北众会教会与社会部提出申请。以上，牧师还有没有要报告的？因为小会顾虑到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疫情不是很明朗，那在这2个礼拜也是观察，如果说疫情有持续趋缓，那期待在下一次指挥中心防疫指挥中心的宣布，那再做调整。那基本上周间聚会还是暂不开放的情况，所以周间的礼拜祷告会还是以线上为优先哈。那个青少契跟亲戚也鼓励你们都还是线上的聚会为优先。下礼拜跟下礼拜因为没有开放青少契回来聚会，所以一样还是有华语的礼拜。虽然这2个礼拜是联合礼拜，但是因为也没有圣餐，没有圣礼典这个都往延后来举办。父亲节的庆祝活动也延后等比较开放比较大的时候再来举行。所以华语礼拜8月1号跟8月8号都还有华语礼拜。那请青少契在线上的青少契弟兄姐妹，或是华语的弟兄姐妹，仍然是收看华语的礼拜。8月6号有一场与韩国3一教会、台湾32间伙伴关系的教会的线上短宣的礼拜，短宣的聚会，在8月6号礼拜五晚上的8点。那到时可能会开放一些名额，让可以回来在1个小时的线上。如果你想回来的话，那如果不想回来，就是会把连结的网址会贴在各个群组，教会的各个群组，那你就个人连上去。那有华语的翻译，所以不用担心。虽然是韩文的敬拜，但是祷告内容是会有翻译。那这是因为这2年因为没有办法实体的短宣，3一教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跟我们连结。那特别他有寄一箱礼物来，那有请传道组来协助，到时候有比较大的解封之后再来赠送这些礼物。那也希望如果你有拿到礼物，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家里面的人，没有信主的亲人，不常礼拜来的弟兄姐妹，鼓励他们。那这样子，牧师在这里补充报告。
现在吟圣诗541首，把爱传出去。唱完的时候，唱完之后，请牧师祝祷。传出去，爱传出去，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快快乐乐传出去。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和下雨，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愿圣灵与我们互相的连结，也愿圣灵收集我们的祷告，来到神你的面前，你来悦纳我们的心所恳求、所挂虑、所祈祷的事。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祷告所带来的大能。愿神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默祷闭会。